2005年度香港小姐競選15號陸詩韻。卸任之後嘅第一年，即係我成為正式藝人嘅第一年，每一日都過住一啲多姿多彩又充滿挑戰嘅生活。但係慢慢地，我又覺得時間好似唔係控制喺我自己手咁樣。喺09年，我決定暫別幕前，不過我絕對唔係放棄夢想，只不過係尋找更真實嘅人生節奏。由空中小姐跟住去選港姐，跟住變為一位藝人，然後到而家從商，當中好多冷言冷語，好多人都會話：哇，你選港姐咪一個花瓶，你做藝人點會識做生意啊？你都係賺錢買花戴啫，睇你做得幾耐。跟住又有啲聲音會話：女人使乜做咁多嘢咁辛苦啊？揾個好老公嫁咗佢咪得咯。但係我個人呢就比較倔強，你越話我唔得，我就越要做俾你睇。當年29歲，膽粗粗開第一間公司，係辛苦㗎，不過又好享受喎。雖然我係好鍾意鏡頭前面嘅鎂光燈，但係我更加鍾意掌握決策權嗰種真實感。離開並唔代表我要放棄啊，而係為咗尋找一個更廣闊嘅天空。喺嗰陣時，我已經準備好要揾一片屬於我嘅天空啦。但係創業並唔代表你一定會贏㗎，我都上過好寶貴嘅一課。